新團委 Capital 九五八城市頻道，現在是高夢窗報告新聞。政府推出一系列嘅措施，提升市區嘅商業活力，可對包括探討辦框市區美工照明嘅種植，容許業者到沙丘拉路上燈甲梅子路農界小保留點厝區開設酒店，背包客旅館等。國家發展部長此番達到照亮新加坡2026開幕儀式上指出，當局收購業界反饋之後，決定取消多間農界小保留點屋區設立酒店甲背包客旅館等嘅限制，措施即日起生效。警方到如龍西甲網內一段突擊檢查三間按摩院，5名女子涉嫌無因被捕。三間按摩院也因為違反監管嘅規定被警方調查。警方提出公正提防嘅導致學習聊天區嘅偏激，自今年5月以來，當局至少至少48起相關嘅案件，受害人損失總額達到至少360萬元。騙徒通過社交媒體拍廣告，以免費學習導致為假偷，吸引公眾加入 WhatsApp 聊天群組，並假扮導師提供投資建議，藉以騙財。冒充政府官網嘅詐騙案愈來愈多。詐騙分子除了騙錢也騙金，台灣銀行去年組織嘅詐騙案之中，就有超過120萬元涉及黃金。警方提出，國人也是至少要求將現金或者是貴重嘅物品交給採訪嘅人，或者是將財物留到某個地方靜態別人來取，應該停止甲對方交談，掛斷電話，然後報警。為了減輕配送人網嘅負擔，全國配送人網協會甲凱迪集團合作，幫協會嘅會員到12個參與計劃嘅商場免費停車半點鐘，以完成訂單取貨。參與計劃嘅凱迪集團旗下商場遍布全島，包括碧山台北站商場、西城購物商場等。2026年世界杯足球賽就會舉行。球迷除了到來觀賞，還得到全島好多嘅社區地點免費觀看賽事直播。人民協會、新加坡體育理事會甲家人會宣布，從下個星期五起，往前將領導超過50個民政俱樂部、5個 Active Age 體育中心甲家人會購物廣場，觀看由新團委轉播嘅部分世界杯賽事。國際足球友誼賽消息。我國強勢對到加勒木薩體育場舉行嘅友誼賽之中，以即便攞敗半東國隊。新聞報告完了。